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今天房地產行業還是出大事了，不出意外的話，還是出了意外啊。這個萬科叫山雨欲來風滿樓，關於萬科的傳言又來了。首先是網上有小道消息路邊社謠言說深圳市給廣東省打報告，然後經廣東省把這個報告又遞到了國家有關部門，就是請示對萬科的這個一整套的一個施救方案，這都是傳言為什麼呢？也就是說，要拯救萬科的話，光靠深圳國資委是不行了，需要銀行、銀團對債務進行重組，大概這意思總之要更大的這個神仙出手才能救萬科。但是據說得到的這個指示是市場化，那這個就讓很多人認為這就是判了死刑市場化呢，就是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該破產破產，該重組重組。就這意思但是這都是傳言謠言那還有一個傳言說，這個中金公司已經參與這個萬科紓困，為萬科提供這個化債方案。你要不提中金公司還好，一提這個感覺好像是來辦後事的是吧？臨終關懷大家還記得那個萬科暴雷以後，也是廣東省組織一個專家組對吧？這個有什麼粵海集團，有什麼越秀，還有什麼哪個券商忘了，中信還是哪個，然後又是這個財務顧問、法律顧問，是7個專家吧進駐恆大。後來恆大發生什麼大家都知道了，那外界傳言給人感覺這一幕又要在萬科上演。所以萬科今天不管這個消息對還是錯，真的還是假的，總之這個萬科是股債雙殺。股債雙殺，這個天天看我節目的網友應該知道，意味着一個公司很快就要暴雷，資本市場對吧？拿腳投票實際上前幾天对吧？我做節目已經說了，應該是昨天還是前天，萬科莫名其妙的股債雙殺，我說這個一定是有消息。應該看我節目應該有印象吧？我記得是萬科，因為我很關注萬科的股價走勢，什麼時候創新低，結果昨天還是前天應該4000多家股票上漲，所有的股票都在反彈就幾百只在下跌，而且重點是房地產板塊都在反彈，但是這個萬科似乎沒漲也沒跌。那我說了嗎？大家都漲你不漲那就是跌了，你股票跌了，債券也跌了債券跌了10%幾，所以已經是股債雙殺，就說明昨天或者前天就已經有消息在外面流傳，就是這種路邊社的小道消息這個消息真假的不重要對吧？這個只是萬科在他的這個掙扎的道路上起了一點波瀾，在他宣布暴雷之前，這種波瀾還會有很多，叫樹欲靜而風不止。自從恆大暴雷以後對吧？天天看我節目的應該知道，我成功的預言了碧桂園暴雷、融創暴雷、萬達暴雷對吧？自從王老板有一年春節去白馬寺燒香，我就說了這萬達出問題了對吧？佛祖、基督、真主聯手都救不了他，應該很多人印象深刻对吧？咱們是一針見血，只是萬達出問題了。後來我說這個萬科對吧？叫蘿蔔燉完白菜燉嘛，現在該萬科了嗎？結果萬科這個深圳國資委鼎力相助我也說過能救他們的只有韭菜，其他人救那都是叫拖延時間，只是往後拖，越拖這個雷越大，早就該市場化、法治化。你拖對吧？你紓困有什麼用？你關鍵你這房子賣不掉韭菜的不買房你抱着一堆的土地、一堆的房子沒賣掉，那都在貶值，然後你銀行利息要付，然後你員工工資要付，你稅對吧？你供應商的欠款要付，大股東給你紓困也只能解決你公開債券市場那債券不能違約，他可不可能給錢給你付給供應商對吧？大股東也不會給錢給你發工資大家能理解嗎？有一期節目大家有印象吧？就是那個萬科公告，應該是1個月前是吧？說要這個深圳地鐵要給他220億，當時做節目就說他完了，基本上這個就是深圳地鐵拔管了。當然有人剽竊有人看我節目上去剽竊，用的詞兒都差不多換一換深圳地鐵要拔管，我說很多財經博主看不懂，因為他沒做過，他們以為深圳地鐵又再給萬科輸220億對吧？我指出那不是的，那是補手術所以我就認定這萬科夠嗆了，救不活，大股東要拔管，大股東看一看萬科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趕緊拿來擔保吧对吧？我以前好多这個貸款借的錢是空放的，明白了吧？就是抵押不足，有的都是有瑕疵的抵押物，看上去有東西抵押，那東西不值錢，或者是有法律糾紛。
所以他趕緊補一道，那就說明萬科手上沒東西了。大家記住了啊，一個企業能借多少錢，是跟你你有多少資產有關係，對吧？你的資產抵押土地、房子這種優質的資產，銀行要，你可以押給銀行。如果你沒有土地、沒有房子，銀行是不會給你貸款的，空放啊。然後股票也可以抵押，你可以把股票去押出，但是萬科也沒股票啊。这是深圳地鐵有萬科的股票，萬科不能自己押自己股票啊，貸款沒有啊。萬科手上只有房子、土地已經押完了，還有什麼呢？萬科對他子公司有股權，他的子公司啊，把這股權，那這個股權押給誰呢？你押給銀行，銀行不要的。非上市公司股權1毛錢你都貸不到，你只能押給大股東，大股東咬咬牙，對吧？所以這麼一說，大家就明白了，萬科能借多少錢跟他的資產有關係。他現在資產都押出去了，借不到錢了。那你說深圳地鐵不能空放，說我就給你錢，你打個借條就完了。這個除非是親爸爸，只有親爸爸能做到這一點，給生活費。所以他已經貸無可貸，借無可借。也就是說啊，深圳地鐵即便還有錢，對吧？他從銀行呢還有授信，這個萬科也借不了了。要飯他沒碗，你說這怎麼弄？你不能拿手接吧？所以我說接不了，救不了，对吧？我早就說過啊。那深圳市啊給上面打報告，實際上就是希望金融機構一起施以援手，因為他沒借無可借了嘛，他沒有抵押物了啊，沒有什麼擔保，那銀行是不會借的啊。所以那他就需要上級政府協調這些金融，因為金融機構都不歸你地方政府管呢、工行人家上面有總行，建行上面也有總行，对吧？招商銀行也有总行，都不歸你深圳市管，都往上找，上面協調。這玩意兒我幹過啊，哪個銀行有什麼政策，你必須跑總行啊。你當地銀行的這個負責人帶着你，帶着企業的啊負責人，兩人一起跑到總行去匯報，做 PPT， 在那兒，對吧？跟人噴完了之後，希望能給個政策。中行、總行啊，工行、總行、建行、總行我都去過，对吧？跟人吹這個化債方案。總之一個字啊，銀行是不會搭理你的，你除非有抵押物，沒有抵押物，人家就聽故事，人家就是研究啊。你這個他也表揚你，他說你這個政策不錯啊，但是我們。你這個方案不錯，但是我們政策不允許，我們還往上級請示。我也不知道總行的上級是誰，我能一針見血的說萬科救不了，那肯定是參與過。當然了，我也只是通過啊網上這些比較簡單的報道，我也是簡單分析啊，我並沒有深入的去看萬科的報表。我覺得我犯不着，我就像一個老中醫一樣啊，一把脈差不多就知道了，或者一打眼8、9不離10。如果要救萬科，那就上面不是央行就是財政部要改規則，銀行是不可能擔風險，誰擔風險誰負責，現在都是終身負責制啊。如果你上面有指示的話，那你發紅頭文件，但是上面都是喜歡玩窗口指導暗示，因為上面也不想負責。所以我早就说了，对吧？像這些企業趁早破產重整，萬科啊它還有重整價值，因為萬科在房地產行業裡面它是算不錯的，它就是債務危機嘛，它不是說它經營能力不行啊，說它這個蓋的房子不好，或者是它，對吧？管理不行，管理也有問題啊。但是呢，畢竟在這個房地產行業裡面啊，它是矬子裡面拔將軍啊，它算是不錯的房企，所以它有這個極具重整價值，早點重整啊，然後這個大股東啊退出，大股東褲衩子都賠掉了，走了，換一個股東進來，這個股東拿着300億來了，拿着300億真金白銀啊來救，然後這個其他的債權人呢縮債，債轉股，這法院判決的啊，沒辦法，破產重整嘛，債轉股，那萬科5000億的債或者6000億的債，最後變成幾十億沒了，轉股啊，然後再搞一個信託基金，把那應付賬款都塞到裡面，然後等着啊，這個信託基金什麼時候賺錢給你們分，對吧？這方案都不用中金去做啊，我也能做啊。萬科啊有重整價值，但是現在的債權人和股東權益要重新調整。而且啊，這個可能涉及到萬科的管理層，還以前的管理層啊，恐怕要追責，輕則退錢，對吧？重則查查有沒有問題，該抓的抓，就這麼個事，對吧？你不能賺錢你就拿走了，對吧？這賠錢了，你這個你這高管年薪都是幾千萬的，對吧？上億的，然後你如果高管就這麼走了，那債權人他不幹呢，好多小供應商都受不了啊，他們傾家蕩產，對吧？所以這個得找人背鍋啊，得找人負責。最後啊，還總結成一句話，就只有韭菜能救萬科，但韭菜，對吧？把七大姑八大姨的錢一借進去買房的時候，萬科立馬就活了，對吧？我一直說啊，在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裡面，萬科算是個還算不錯的公司啊，算是良心企業吧。玩砸了歸玩砸了啊，你相比較其他的公司啊，絕大部分房企啊都要走這條路。你看啊，今天澎湃新聞報道，陽光城副總裁因涉嫌行賄被實施留置措施，這不就是開始算賬了嗎？近日有消息稱啊，陽光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
已失联3日。11月25日，澎湃新聞記者獲悉其因涉嫌行贿犯罪，被黑龙江省齊齊哈爾市，这就是把泥巴卖成金子的那个地方啊，好像是那個地方吧，我也可能記錯了，反正是黑龍江嘛，對不對？監察委員會實施留置措施，它是行贿啊，不知道給誰行贿呢？11月25日，歐派家居發布公告，擬將木頭項目部分閒置場地對外出租，本次出租的廠房面積 1.38萬平米，對外租賃期限為12個月，承租方主要用於生產、辦公及倉儲等用途。什麼意思呢？對吧？這個賣家具的啊，日子也不好過啊。我記得昨天還是前天，哪個家具的上市公司已經破產了啊，重整，申請破產重整。還有一個賣家具的，對吧？老闆告墜了，對吧？還有紅星美凱龍也是破產重整，老闆被抓啊，現在好像放出來了。所以你看這個跟這個房地產行業一模一樣啊，這個家居行業也是啊，七零八落啊。界面新聞報道啊，說龍湖組織架構大調整，10大地區公司新格局，武漢長沙合併。11月26日，界面新聞從龍湖方面獲悉，龍湖武漢公司與龍湖長沙公司於11月初進行合併，成立華中公司。至此，龍湖形成新的10大地區公司格局。這個合併撤銷，這個是房企啊這幾年啊必然趨勢啊。這個龍湖也很奇葩啊，不知道還能撐到多長時間啊？一個是龍湖，一個是濱江啊，這兩個企業啊，神龍見首不見尾，很神秘，逆勢這個上行是吧？叫逆風飛揚，逆勢拿地。那個龍湖的業績還不錯，和濱江的業績也不錯。總之啊，也感覺那麼反常啊，不知道2026年會不會這個也會水落石出啊，露出原形。我們拭目以待啊。咱們很早以前就說了，這個萬科爆了之後是誰啊？對吧？就輪到央企了，萬科都救不活，那萬科就相當於央企了，對吧？它大股東是深圳地鐵嘛，200多個億砸進去，所以說等到這個萬科落聽啊，咱們就能聽到這個央企的聲音了。有的小央企已經爆過了啊，是吧？像什麼，我記得中交地產那些都是這個個頭小啊，影響不大。這個央企指的是6大呀，是吧？什麼中海、招商、保利、華潤是吧？這些大塊頭啊，看還能堅持多長時間？形勢不容樂觀吶，都是在苦苦掙扎啊。怎麼樣能讓韭菜踴躍去買房？這是個大問題。今天這個第一財經啊，他發了一篇報道，叫不再逃離北上廣，年輕人花200萬抄底老破小。我記得前2天還有媒體報道，這個年輕人買老破小深套，對吧？要貸款賣房。這怎麼沒過2天又報道年輕人花200萬抄底老破小，不再逃離北上廣？什麼意思啊？曾經喊出逃離北上廣的年輕人正轉身用另一種方式安家。說機構最新數據顯示啊，在北京、上海等1線城市二手房市場中，總價200萬元以下的低總價房源正成為交易主力，其中北京該價位成交佔比高達57%，上海也達到了49%。1線城市低總價老破小成交佔比提升，背後是隨着房價持續調整，曾經要掏空6個錢包的房子，如今年輕人墊墊腳也可能夠得到。二手房市場已成為極致剛需的蓄水池。此外，受房價向下調整影響，部分低總價房源因租金收益率尚可，也成為購房者考慮入手的原因之一。極致剛需托起樓市半壁江山。科爾瑞數據顯示2025年前10月，30個重點城市1二手房成交面積27443萬平米，較2024年同期持平，其中新房成交面積同比下降7%，二手房則同比上漲6%。然後這個第一財經說啊，200萬老破小的為何成為1線城市二手房成交主力？中指研究院指數研究部總經理曹晶晶告訴第一財經，總價200萬到300萬區間房源多對應60到80平米剛需戶型，正好契合首次在京置業的年輕群體需求。一方面，剛步入職場的年輕人資金有限，這類房源購房門檻較低，不會造成過大經濟壓力。另一方面，很多有孩子的家庭原本計劃購買大戶型，但受高總價影響，轉而選擇該價位小戶型來兼顧居住與教育配套需求。他認為，曹晶晶還表示這個價位的房源大多通勤便捷，周邊配有大型商超、基礎醫療設施等成熟的生活配套，讓居住便利性大幅提升，容易受到購房者青睞。此外，部分業主購置新房後，為緩解還貸壓力，會選擇出售手中200萬
到300萬的二手房，加速資產流轉。實際上，早在今年年初，年輕人抄底一線城市老破小的現象便已出現。在北京，有購房者看到一線城市房價有所回調的現象，決定結束租房生活，準備買一套3環內接受老破小、不用電梯、離地鐵近的房子，最終順利置業。上海也有购房者表示自己這些年一直是租房生活，通勤距離較長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一些老舊小區價格有所回調後，那些低總價、有地鐵、戶型周正的房源讓他動了買房的心，最終鎖定一套掛牌價較前2年回調超100萬的房子。說來說去就是這老破小價格跌了对吧？有的跌了20%、30%，價格深度調整帶来了量的提升。該研究院稱從買家角度看，二手房價調整後認購的性價比明顯提高，一些好地段二手房依然是工薪家庭和年輕人置業首選。買老舊二手房以解決刚性自住需求，对改善型购房者来說則面临選擇新房還是二手房的难题。其中部分购房者受房價预期影響，可能倾向于保持謹慎，暫緩購房。買房收租的誘惑與風險，一線城市老破小成交佔比提升，背後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租金。近期市場上關於二手房跌出投資價值、租金回報率高等觀點開始增多，稱部分老破小租金收益率超過3%，買房收租的收益高於把錢存銀行。記者在採訪中發現，有一線城市房產中介也在通過宣傳二手房租金收益率來吸引購房者入市。朝陽區有一套報價80萬左右的房子，月租金3400元左右，刨除交易稅費、物業費、供暖費成本，整體租金回報率3%到4%左右。80萬的房子那是什麼房子？這是個別現象吧？朝陽區80萬的房子那是挨着通州的老破小，恐怕也就40平米不到，30平米，租3400這都是極端現象這都是中介胡吹的。等到你買了之後，你想租3400、2400你都租不出去。说，但是上述小區屬於商住房，產權年限多為40年或50年，且需要全款支付就是那種類似 loft 算80平，實際上就是40平，實際上就是20多平，樓上再隔一間40多平，我估計是這樣的3400挺難租的其次，商住房的水電生活成本較高，未來如果再出售的話，流通性也不能保證。說目前租金收益率超過3%的老房子有，但是非常少，這就是個別現象你撿着漏了，人家那個房東急着賣房子要錢，对不对？要補倉一看這個滬市回調了，機會來了，趕緊把房子賣掉補倉嘛，人家賣的便宜點，滬市對吧？那來個漲停，20%、10%就回來了。記者又諮詢了另一套老破小，該房源位於北京朝陽區，建築面積60平米，報價175萬，那就是不到3萬一平米2萬一平米，3萬。中介稱，如果後續出租話，月租金在4000元左右。我感覺中介在忽悠他60平租4000，現在挺難的如果不考慮物業費等成本以及房源租賃控制期，粗略計算其租金回報率最高在2.74%，這都屬於刻舟求劍你到時候你要真買租的時候，你3個月租不出去租完之後人家還要你降價，然後你還有物業費，而且告訴你北京租房是房東交暖氣費，所以這記者就是在這被那個中介一忽悠對吧？說到出租房子对吧？我最清楚租金回報率及房源年租金收入和房屋成本的比值是判定房產是否值得投資的參考指標。國際上認為，租金回報率在5%以上的城市是有價值購買並出租的，租金回報率在3%以下的城市，房價水平過高，不適合通過出租來達到回本目的。單純從收益角度來看，相比存銀行的利息收益，買房收租有一定的優勢，但投資需要考慮因素太多。買房收租的投資門檻高於理財產品，回報周期較理財時間更長，當下房地產市場環境錯綜複雜，買房出租還會面臨控制風險。該研究院表示對此盧文熙表示租金回報率超3%，甚至在4%的左右的物業少見，屬於稀缺類型。國內老舊小區能達到該水平的非常少，這個才說的是實話你拿極端個別現象來代表這個老破小沒有意義實際上關於在北京買房我還是那個觀點就是說，如果你錢
錢夠，那你可以買啊。現在有的老破小確實跌了不少了啊，跌了30%的有20%，未來可能還要跌，這誰也說不好。跌到多少？你看朝陽區如果只有2萬多一平呢，不到3萬，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如果你手上有錢啊，可以買。剛需嘛，对吧？你不是投資啊，你是自住啊。180万的房子啊，60平租3000塊錢，你有180萬，你自己把它存銀行，然後那個利息呢，一年好像不到3万吧，你按那個1.55%算。但是你租房的話，你一年要花3萬多嘛，那你不如買房，对不对？你有錢呢，这是刚需啊。就是投資客來說呢，也是一樣啊，就是你錢要分散，對吧？你手上有2000萬、3000萬的，你不能全存銀行，覺得不合算，對吧？你要雞蛋不擱在一個籃子裡面，你要分散，哎，那你也可以買，然後只要它能租得出去，是吧？你主要買好租的地方就可以，因為你一旦買了房子，你就基本上失去流動性。但是你這個房子能出租的話呢，每個月有現金，對吧？能產生源源不斷的現金流，也沒毛病。但是最怕的就是那種你賭，對吧？你錢不夠，你付首付的夠嗆，讓你到處借錢買，完了之後按揭貸款占你工資的一大半，這種就比較危險了。一旦失業，對吧？一旦3-5個月找不到工作，你就麻煩了。而且這房價還要跌啊，誰知道啊？這老破小跌起來也很厲害。說來說去還是扛風險能力啊。你有錢你就能扛風險，沒錢扛不了風險，扛不了風險老老實實租房。這樣的話，你一旦失業，對吧？你想去哪兒去哪兒，沒有牽掛，也不用擔心那個按揭貸款，你也不用擔心房價漲跌。所以說啊，買不買房是個人的事情，個人根據自己自身的這種狀況扛風險能力。我看有媒體報道啊，說深圳2019年至今已有33個城市更新計劃項目被公示失效，這個數量未來可能還會增加。就是這6年時間啊，33個城市更新計劃失效了。也就是為什麼失效啊？就是過期了，就還沒有動工，還沒開始。為什麼沒開始呢？缺錢。那就這麼簡單啊，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拆遷成本太高了，而且周期也長，資金壓力大。現在那麼多房子都賣不掉，賣不动，房子還在降價，你说誰還再去拆你那個地方再蓋？本來這個更新計劃啊，它都是拆舊的建新的嘛，然後提高那個容積率嘛，對吧？把原來的人安置進去之後，還能多出很多套房子出來，它再賣嘛，是吧？是這麼個邏輯，讓那個彌補那個拆遷呢、蓋房子成本。但是現在因為一個是房價下跌，對吧？樓市低迷，第二個就是房子賣不掉，所以這一個邏輯就說不通了。除非個別的項目，對吧？那地方地段特別好，房價沒怎麼跌，或者是一推出來就能賣掉，就是那核心地段呢，那有可能。剩下的，對吧？稍微偏一點、遠一點的，那就算了吧。这說明深圳也缺錢。這個福州啊，出台樓市新政，說2孩、3孩家庭購買新房，分別可獲得最高3萬、5萬補貼。哎，你是2孩家庭買房子，補貼你3萬；3孩家庭呢，補貼你5萬。最後啊，我們再看看這個紅星資本局報道，當然還有其他媒體也報道啊，說貼錢賣房，有人借26萬還清房貸，專家提示建立風險的防控意識，房子1天沒住倒貼錢還貸款。直到現在，潘明仍記得房屋產權過戶當天的場景。7月9日，他請假去當地房地產交易所排號，13點開始辦理。在與買方簽署完一系列文件後，他遞交了房本戶型圖，正式告別4年前購買的房產。那一刻，他感到少了一樣包袱。潘明賣出的房子位於重慶沙坪坝區，2021年8月購入啊，那真是恒大暴雷啊！前1個月真是差不多是最高點嘛買的。在賣出前還有72萬元的房貸尾款未結清，房屋最終以69.8萬元的價格出售，這意味着他需要貼2萬元才能還清尾款。那他前面的首付還還了5年的利息，那就打水漂了啊！胡俊熙也在今年4月賣掉了位於安徽合肥的31廳，買入總價116萬元房子，最終以55萬元的價格賣出。說胡俊熙向親戚朋友借了26萬元才結清房貸尾款，至今仍在還債，真是白忙一場啊！房子沒了，然後一個是前面半生積蓄沒了，一個是不僅半生積蓄沒了，還借了朋友26萬，還得慢慢還。房子沒了啊，這就叫消失的財富，或者叫消失的房子。那這些人也不知道做錯了啥，就突然就一貧如洗，白忙，辛辛苦苦啊，幾十年是吧？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我說買房子要看個人抗風險能力。你看胡一靜老師在那個大廠買了一套房，那根本就不在乎，早就腳踝斬了，对吧？你看他每天还是樂滋滋的，对吧？那個地方跌得最慘啊，比那個燕郊跌得還慘，他就是最高點買的，我估計當年至少得100多個，150萬買的。
我估計啊，应该是1万多一平，买了100多平，现在30-40萬賣不掉，就這麼個局面。但是影響戶一進嗎？一點都不影響啊。所以我們自己買房的話，掂量掂量。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